喝了。你们怎么还坐着？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你们站起来，那桌子会快掉。会地震。对，很难过，很想站起来。我刚才看到几个人。椅子这样呢？你那个椅子有升降梯的功能吗？我有一个建议，就是站在桌子上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没关系啊。你想站起来就自然站起来。如果后面的被挡到，不要骂前面的，你也站起来嘛。对。如果身高上天生就不足的话，没办法喽。对。好了，刚才那首歌叫《河吧》这样。啊，上半场是比较安静的歌声，下半场是比较吵杂的。啊，我们不能超过11点，所以我们要赶快唱歌。真的会罚钱。啊！不要说我话很多了嘛。我们请我们未来的长滨乡的乡长讲几句话。我刚刚下去就有人一直说话很多。未来的平镇的镇长。镇长，陈光正镇长。平镇。哪里？有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断层，哎呀，断层啊！这首，接下来的下一首是别人的录音。这首歌呢，就是它是别人的录音啊，然后不是，有一个表演单位哈，他很酷，他就说这首歌太直接了，让我们改成月亮的光晕。光晕。对，月亮的光晕，那唱起来。不知道光晕事件吗？对，今天你来台北不一样呢，成语呢？乱讲成语，书卷气息。他讲的就是你没有讲清楚，他们有点不懂，就是有一个团体要当什么单位，上级长官。有一个单位啦，来找我们表演，请我们开歌单嘛，我们就开啦。他看到月亮的录音的时候，这个有点太直白。太直白。可不可以改成月亮的光晕啊？重点是我们排的歌单呢，那时候我就排嘛。别人的录音下面一首叫做《想要的感觉》，哇，很有意思了。这个想要的感觉排在。月亮的录音怎么下面就想要了？我们就觉得不好，这样奇怪呢。要我们改歌，要我们改歌名。对，所以我们还是坚持我们的立场啦。哦，不能就因为他说这样比较好听，台下的长官会不喜欢，就抹杀我们的歌名嘛。对不对？你们说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月亮的录音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月亮有亮亮的一圈哦，突然拉回来。月亮有的时候很亮啊，你们有没有看过月亮很亮的时候？有。就是你走出门，哎呦，然后亮，月很亮，它一圈有没有？外面一圈。就老人家不会，屏东鼓楼那个地方有些老人家不太会讲。我每次听在地的子弟讲，他们说看到这个是一个传说，是好是坏不知道。反正就是他们不会讲说月什么月晕了，所以他们就讲月亮的录音这样，没有任何色情成分的，请大家相信我们。完全没有，完全没有，听我们的歌就知道，我们男生也有录音啊，又不是只有女生。对呀。不信吗？月黑的，信不信？不信他没有人。重点吧。重点吧。你脱吗？好了，我们为大家带来月亮的录音。听说台北好久没看到月亮了。看见天空的月亮，我们举杯。
不要偷笑。我们才有一天的晚上，我们来到河岸留言。地毯上5个神经病，唱歌给你们听。我突然发现今天月亮特别亮，原来是老人家说的月亮的如云。他们说会发生大事情，也许吧，但是我们还是举杯大合唱。我不得不佩服少华，在那个当下，他弹的好不好？好。但是我如果跟你们讲他弹错，你们相信吗？没关系啦，你发表一下，因为大家还不认识你。哎，自我介绍一下啊，请他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时间到。不要这样子讲，今天那个民政镇长一直讲没事，我是那个蓝金乐团吉他手叫邵。感谢你们努力回来留言，我也是第一次来这边，这边场面很大，还要有你们感到非常的热情。赵好帅！谢谢。好，哎，怎么这样？哎呀，你讲话就有人说你帅，为什么你讲话就帅啊？我们讲话就不帅吗？你讲吧。哇塞，好恶心！还用这一招了？哎，我用看看。好恶心哦！这段剪掉。哎，我们请老外示范一下。选我，选我！哎，这个样，这干什么？哎，流氓不适合装可爱的。还有呀，好了，看到了。为大家带来这首，3年前哈。